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。點解我哋會選擇一對唔愛我嘅爸爸媽媽呢？童年創傷治療師會協助你同你內在小孩和解，而人生梳理師呢，就俾你多一個角度去思考，從命運嘅角度思考童年創傷。如果你打算過一個非常 standard 嘅人生，咁你最好就選擇一對愛你嘅爸爸媽媽，過一個非常 standard 嘅童年。但係如果你選擇過一個唔一樣嘅人生，咁就應該選擇出生於一個唔一樣嘅家庭。咁選擇出生於一個唔一樣嘅家庭，可能係你投生之前計劃人生嘅時候一個有意識嘅選擇。如果你嘅人生計劃係需要向世人展示點樣打破舊有框框，與其選擇一對熱切地教你點樣 fit into 人生框框嘅父母，可能你更想選擇一對掉低你唔理嘅父母，咁你就更容易跳出規範思考人生。如果你嘅人生計劃係要教人點樣解決紛爭，與其選擇一對每一日教你點樣用傳統方式處理紛爭嘅父母，可能你更想選擇一對唔關心你嘅父母。咁樣你自細就需要鍛鍊用自己嘅方法處理學校裡面嘅紛爭，你嘅經驗值就一定比其他人高啦。如果你嘅人生計劃係要服務有精神病嘅人，與其選擇一對愛你愛到你唔知道咩叫人間疾苦嘅父母，你可能更想選擇生於一個有精神病父母嘅家庭。呢一個親身經歷將會讓你更有能力服務社會。多咗呢一個對命運嘅理解，明白命運嘅安排有時候係讓你自己更強大嘅設計。咁喺你照顧你內在小孩嘅同時，我哋會感謝呢一個內在小孩嘅經歷所為你帶嚟嘅禮物。記住，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，我要帶領你用全新嘅角度睇你嘅童年創傷。